大家好，六國論作為2025年嘅大熱文章之一，不如我哋嘗試做一題模擬試題啊。咁以下引文就係由卑乎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即威之所劫，日削月割，日以趨於亡。為國者無使，為即威之所劫哉！夫六國與秦皆諸侯，其勢弱於秦，而又有可以不勞而勝之之勢。久以天下之大，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，是又在六國下矣。咁個題目就係上述嘅引文啦。到時如果真係出啦，無論係引晒兩段啦，還是係其中一段都好啦。咁佢多次提及勢呢個字。咁如果可能係就咁最後呢一段引文，咁即係上面引文提及勢，其實蘇軾咁樣做，又唔係蘇軾，係蘇軾佢爸爸蘇洵啊，佢咁樣做咧，其實有咩用意呢？咁樣，咁是綜合全文加以說明，咁即係話要攞全文嘅一啲文本依據咧，去幫助去說明呢個勢啦。咁我哋睇一睇啦，其實咧，我自己個審題就係話，我哋先睇翻第一段嘅嗰個勢啦。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即威之所劫啊！咁其實咧，本來如此之勢，其實指嘅係乜嘢咧？就講緊六國咧本身佢哋自己嘅形勢係唔差嘅啊。第一個勢可以話形勢啦，但咧因為各樣土地俾呢個秦國，咁就幫助秦國咧慢慢呢個累積呢個威勢啦嚇，咁令到秦咧變成強秦。咁打後咧就望見呢個強秦咧就怕咗佢啦，被佢脅迫啦。咁被佢脅迫底下點算啊？咪繼續割地弒秦咯，割到點咧？割到冇晒啲土地，最尾就滅亡啦。咁呢個前面幾乎成個句子都係講緊六國嘅嗰種割地弒秦嘅做法，係帶來啲乜嘢嘅影響啦？喺個勢上面就係壯大咗對方嘅勢力，同時削弱咗自身嘅勢力。而後面呢個為國者，除咗係講六國嘅諸侯、諸侯王啦，更多嘅係想講北宋嘅即係統治者或者君主，咁就想指就係我哋唔好為呢個外族即威啦，然後最後被外族嘅威勢所脅迫、所劫啦咁樣。咁所以其實都係借古鑑今啦咁樣。咁我哋睇睇嗰個分析吓。咁第一個位我哋要諗一諗啊，其實秦國嘅強勢，即係嗰個勢力係點樣積翻嚟嘅咧？第一就係三國咧各地弒秦啊，三國咧係之間嘅韓魏楚啦，咁就削弱自身嘅勢力啦，同時亦都壯大咗強秦嘅勢力嘅。咁後慢慢就會被強秦嘅勢力脅迫啦，脅迫底下就繼續各地弒秦，最尾咧就令到自身滅亡。咁滅亡咗之後咧，秦國嘅勢力就越嚟越大啦。咁其餘嘅三國自自然然咧都係無力抗秦，然後相繼滅亡嘅。咁想藉住呢個六國嘅故事或者歷史教訓咧，係想講咩咧？原來各地弒秦咧壯大咗秦嘅勢力，招致滅亡。想帶出嘅係北宋輸弊求和，所以輸弊求和呢個概念咧，同各地弒秦雖然做法唔同，但嗰個性質係一樣嘅，即係嗰個嘅做法嘅背後嗰個嘅道理係一樣嘅，咁就會為呢個外族咧累積威勢啦，壯大咗外族嘅勢力，咁漸漸就會被外族嘅嗰個強勢脅迫啦。咁可以之後可以嘅點樣做啊？冇得揀咯，唯有係繼續輸弊求和，直至到國家滅亡啦咁樣。咁呢一同埋二，正正就係分析緊啊第一段呢一個卑乎去到為即威之所劫哉咁樣。咁落到嚟去到第二段啦，夫六國與秦皆諸侯，講緊嗰六個諸侯國同秦都係諸侯嚟嘅，其勢弱於秦。雖然大部分嘅諸侯國咧都個勢力咧係未必及得上秦，但佢哋仍然有可以唔賄賂秦而可以贏到秦嘅嗰個形勢啊。咁我哋有例子啦，譬如趙啦，趙同秦
打咗5場仗，贏咗3場。然後後面秦繼續派兵去攻打趙嘅時候，喺李牧嘅帶領底下，都可以連續咁樣去擊退呢個秦啦。咁樣咁，所以其實趙國透過用兵去對抗秦呢個形勢未必係差嘅。久以天下之大，指嘅就係呢個北宋啦，一個大一統嘅國家啦。但做緊嘅行為同六國破滅嗰種嘅行為，佢哋個舊事，即係嗰個歷史教訓咧，做嘅嘢咧，其實係一樣嘅。如果係一樣嘅話咧，最尾導致到北宋滅亡咧，咁其實咧呢個北宋咧係連六國呢啲諸侯咧都不如啦，就喺佢哋之下咁樣。咁呢個係呢個段落嘅基本嘅語譯啦。咁如果俾我去答呢一題嘅話咧，我哋重點要聚焦喺勢嗰度啦。咁我哋必須要講出六國嘅勢力咧，其實雖然比秦弱啦，但其實都仍然係有勝出嘅一啲形勢啦。後面要有文本依據或者係例子啦。第一個用趙國嘅5戰3勝咧，5戰3勝秦呢個形勢咧係最好嘅一個最有力嘅一個文本依據啦。當然，可能你去答不怒秦者咧，如果可以合力抗秦嘅話咧，亦都有勝秦嘅形勢。記住喎，係有勝秦嘅形勢啫，唔係話一定可以勝秦嘅。咁唔割地弒秦，其實亦都唔會壯大秦嘅勢力啦。咁變相咧，其實秦就唔會成為一個一面倒嘅形勢啦。當然，如果同學可以 A、B、C 都寫晒就最好啦。咁其實蘇洵咧就想講咩咧？佢就想借呢個六國嘅力量，雖然弱啦，但都仍然係有抗秦嘅呢個形勢或者勢力嘅，委婉咁樣勸諫北宋嘅君主。我哋作為一個大一統嘅國家咧，其實係有足夠嘅勢力去對抗當時嘅外族啦，包括係即係呢個契丹啦、西夏啦等等。如果係持續輸幣求和，咁就會步上呢個六國嘅後塵啦，亦即係話重蹈六國嘅覆轍，最終咧就會係壯大咗外族或者敵人嘅勢力啦，同時亦都削弱自身嘅勢力嘅，導致到咧形勢咧就會一邊倒向於呢一個敵人啦，而北宋咧就會招致滅亡。咁有借古鑑今啦，或者係借古諷今嘅作用。咁當我哋審題，如果係4分，可以審出呢兩段引文各自嘅嗰個勢係代表緊乜嘢，然後想用六國嚟去諷刺呢個北宋嘅話咧，基本上4個元素咧就會成為呢一個答題嘅框架啦。咁我下面都俾咗個作答示例俾大家嘅，咁大家都可以一齊睇睇啦。咁我都讀一次啦。蘇洵就以韓魏楚割地弒秦，壯大呢個秦國勢力，同時咧削弱咗自身勢力，無形地為秦國咧累積咗威勢。咁本來六國咧就有足夠嘅形勢去抗秦嘅。前面呢個威勢咧，我哋應該叫做係為例啦吓。咁然後後面就分析啦。本來咧六國咧係有足夠嘅形勢去抗秦嘅。但就因為割地弒秦而壯大咗秦嘅勢力，更加被強秦咧所脅迫啦。然後咧就繼續割地弒秦，直至到自身嘅土地咧用盡，無力抗秦而招致滅亡嘅。咁就想用呢個嘅事例咧，就嚟呢個諷刺北宋嘅君主對當時嘅外族輸幣求和呢個做法咧，同呢個六國嘅割地弒秦咧係冇分別嘅，唔單止會為呢個外族咧累積威勢啦，甚至乎壯大咗外族嘅勢力，更加會被呢個外族嘅強勢脅迫，然後繼續輸幣求和，最終係導致北宋呢個國家滅亡嘅。後面黃色嘅部分就係下面嗰一則嘅引文啦。蘇洵更進一步指出，雖然六國嘅勢力係比秦弱啦，但都仍然係有勝秦嘅形勢，包括趙國
如果唔殺呢個良將李牧嘅話咧，咁都仍然可以喺軍事層面抗秦喎。如果韓魏楚冇各地市場嘅話，佢哋能夠與其他諸侯國合力抗秦，咁勝負咧都係難以估計嘅，亦都唔會為秦即係造成一個一面倒嘅威勢。咁就以此去強調咧，北宋咧係一個大一統嘅國家，咁就勢力咧其實係遠超乎六國嘅，實在有足夠嘅勢力對抗外族啦。咁就無需咧係輸弊求和，否則咧都唔單止會壯大敵人嘅勢力，而且都會削弱自身嘅呢個勢力嘅。咁最後咧就導致到嗰個形勢咧，一面倒咧就倒向於呢個外族，而重蹈呢個六國呢個滅亡嘅覆轍。咁有呢個借古諷今嘅作用。咁剛才你會見到啦，我都見到好多錯別字啦，因為啱啱呢個作答時咧都係好趕急咁樣打出嚟，咁所以打字嘅時候都未再做編校。咁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啦。咁啱啱一路錄嘅時候就一路執啦，咁就爭取時間，希望幫助大家溫書。咁當然你去作答嘅時候，無需要好似我咁樣去寫到咁長啦。我寫到咁詳盡，得一個目的啫，就希望幫助你溫書，釐清晒成個概念同埋你成個作答嘅推論過程，希望令到你成個思維咧係更加係清晰啦，更加喺作答上面更加符合嗰個邏輯嘅。好，六國論嘅呢個勢咧，我自己個人認為係好重要嘅，咁大家都要花多少少心力同埋時間啦，去嘗試掌握同埋理解嗰個勢嘅作用啦。好多謝大家，繼續加油。